个凉爽的下晡，一位阿公叫做碰公甲这个缘投的这个孙伫这个客厅的椅仔顶悬休困。这个时阵呢，平常这个无爱读册的查某孙雅雅，讲手内底摕一张考试单，真欢喜的走入来厝内底。到底雅雅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咱来继续看落去。是咧火烧厝了啦。无啦，你又看卖，我今仔日考试考几分？你明言卖句笑会出来。哎呦，这个笑话拢不了好笑，一个无言卖句讲有声，一个讲有文化又一个。你平常时无咧读书，有通考几分啊嘛？哪有啦？我逐工转来，拢嘛有摕课本出来读啊。阿公，我会讲，阮姐姐要摕课本出来读的时阵哦，拢嘛咧杜姑完全无咧读册。弟弟，你莫黑白讲啦。阿公，你甲看，我今仔日考试考了偌好咧，你看，你看。阿公8分啊！阿公，八十啦，十。安尼啦，阿公。减一个零啊。哎呦，哇，80分呢！哇，咩话啊？平常时看你也无啥咧读册，这回考80，哇，你真正是去食歹好咯。阿公，我会讲，阮姐姐平常时哦摕课本的时阵哦，拢伫咧杜姑完全无咧读册。弟弟，你莫乱讲啦！阿公，你甲看，我今仔日考试考偌好咧呢！哇呀！你有看到分数无3分哦。阿公，安尼，30哦80 ，80分。哎呦，平常时也无看你咧读册，一届考80，真正是文主公啉烧酒的啊！谢谢，谢谢。考80分满分200。满分81。风采有2个现象，考80分，你雅雅雅雅无咧读册，人家讲错一个讲80分，伊就伫遐讲去食歹好咯，食排好太好咯，咯。第二个文主公啉烧酒意思讲这个囡仔伊你也无咧读册，这回有再来考80分，真正是去食歹好咯，也是文主公啉烧酒，大家思考一下。来5秒钟以后，我就要请教你，这到底是款的经营？去食有啥物排好咯啊？你喙焦，喙焦有可能喙焦吗？停，我是在讨论你啊。来，因为拄则应该是讲去食歹好咯，对的，举手。好，无人。因为讲拄迄经营叫做文主公啉烧酒，举手。文主公。好，请手放落。老师，请将阮解答者，多谢。去食排葫芦叫做鸡仙，伊咱八仙当中有一个是排葫芦，所以去食排葫芦鸡仙。另外一句讲去食夜蟒树啦，人个道士一个树啦，足者白毛遐树嘞，伊嘛是要鸡仙。讲较白的一句叫6月挂菜，鸡有心。你拢真牛，所以去食排葫芦就是要鸡仙啦，鸡仙鸡蛋安尼。那文主公因为面是啥物色？红色。那所以有人讲红关公白老鳖，乌张飞走去味，叫一种果子。我知。奶鸡。奶鸡对，即马这是古早的答案，即马现主席的答案还有啥物？火龙果。火龙果嘛会使啊。红关公皮是红的，所以红关帝爷就是讲伊红面的，那普通话人啉烧酒面嘛安那？红关帝爷伊本来就红啊，所以你啉酒个红嘛看袂出来。虽然讲
乌干仔底豆油，无底看，看袂出来吼。乌干仔底豆油无底看，啊，另外这南部北部有差哦，点点食三碗公，哇，你看两个都无共啊。北部的食较少，点点食三碗公。不过阮南部的，我嘛台南人吼，咱的点点食三碗公半，哎，就是这种意思。想中人咧加半碗，嘛说地咧，所以拄个标准就毋是温主公啉烧酒，恭喜大家拢又对了，拍拍鼓咧。